入行近30年，終獲金像獎肯定，滕麗名憑倩柔提名最佳女配角，半生堅守迎來高光。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名單正式公布，演員滕麗名憑藉電影版《尋秦記》中的倩柔一角，成功入圍最佳女配角。消息公布後，迅速引發廣泛關注，不單勾起幾代觀眾的港劇情懷，更令這位即將年滿50歲的 TVB 當家花旦迎來演藝生涯中極具分量的一次專業認可。對於長期深耕電視領域，以硬朗颯爽形象深入人心的滕麗名而言，今次提名不單是角色的回歸，更是多年沉澱同堅持的最好回報。作為 TVB 黃金時代的代表性藝人，滕麗名的名字同多部經典劇集緊緊相連。劇版《尋秦記》被視為華語穿越劇的開端，播出20幾年間不斷重播，成為幾代觀眾的集體回憶。呢部群星雲集的作品入面，滕麗名飾演的倩柔雖然唔係核心女主角，但憑住獨立果敢、俠骨柔情的特質，成為全劇最令人難忘的角色之一。劇入面嘅倩柔身手不凡，心思縝密，對主角項小龍藏而不露的深情同成全，令呢個角色成為好多劇迷心入面嘅意難平。亦都係呢個經典形象，為佢多年之後重返大銀幕，再次演繹同一個角色埋下伏筆。電影版《尋秦記》齊集古天樂、孫軒、林峰等劇版原班人馬，被視為一場跨越20幾年的情懷回歸。在古天樂的推動之下，滕麗名先可以由電視圈正式踏進電影圈，用熟悉的造型同狀態重新演繹倩柔。由公布陣容到正式上映，電影一直保持高熱度，而滕麗名的回歸更加令老劇迷感到驚喜。鏡頭前的佢身形同狀態保持得極好，英姿不減當年，幾乎睇唔出歲月痕跡，被唔少觀眾讚好似食咗防腐劑一樣。面對呢份遲來嘅銀幕肯定，向來低調的滕麗名都難掩激動，公開多謝古天樂，同時以謙虛態度表示有得提名已經擋贏。呢句睇落輕鬆嘅有得提名已經擋贏，背後藏住好多人唔知嘅辛酸同付出。為還原倩柔嘅俠女氣質，電影包含大量高難度動作戲，對演員的體能同耐力要求都好高。滕麗名拍攝期間堅持親身上陣，拒絕過度依賴替身，力求每一個動作都真實利落。2019年拍攝期間，佢在一場動作戲入面意外受傷，膝頭遭到重創。現場畫面見到佢膝頭明顯腫脹，身體承受劇烈痛楚，情緒同狀態都受到好大影響。工作人員第一時間為佢進行冰敷處理，減輕痛楚同腫脹。就算痛到頂唔順，滕麗名仍然堅持完成預定拍攝內容，冇因為個人意外中斷劇組進度。為唔影響整體拍攝計劃，佢受傷期間一直接受持續治療，酒店房間變成臨時治療場所，針灸同康復護理變成日常。呢段時間佢同時要拍電影同 TVB 劇集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，高強度工作同傷痛折磨形成雙重壓力。在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入面，佢飾演的洪尚善好多時以坐姿出鏡，動作幅度刻意減少，鏡頭外的佢要靠輪椅同助行架先至可以喐動，身體承受嘅壓力遠遠超過觀眾所見。劇組同事在佢受傷期間給予好多支持同照顧，同組演員主動幫佢往返片場，照顧行動不便的佢。就算身體受限，滕麗名仍然保持樂觀豁達，堅持參加朋友聚會同集體活動，從來冇因為傷痛流露負面情緒。呢種專業同堅韌，不單得到劇組上下尊重，亦都令觀眾見到佢鏡頭外真實硬朗的一面。入行多年，滕麗名一向以踏實捱得著稱，唔靠炒作同話題維持人氣，淨係靠作品同角色立足。呢種專業態度在流量至上的環境入面顯得尤其可貴。事業之外，滕麗名的感情經歷亦都備受外界關注。佢最為人熟悉的一段戀情係同演員魏俊傑因為拍《陀槍師姐》結緣。劇入面兩人飾演的鎮三元同程豐成為經典熒幕情侶，夫愛的感情亦都被外界視為金童玉女，備受祝福。呢段感情維持9年，雙方一度到談婚論嫁的階段，在公眾目光入面一直穩定甜蜜，係好多觀眾心中期望開花結果的一對。2007年，呢段長達9年的感情正式結束。
魏俊傑在工作期間認識新伴侶之後對外公開關係，呢段被大家睇好的戀情最終遺憾收場。消息公布之後引起外界熱議，好多觀眾為滕麗名感到可惜，亦都對呢段無疾而終的長情戀情感到唏噓。經歷感情挫折之後，滕麗名冇沉溺負面情緒，反而將重心放回工作同生活，低調沉澱自己，用更成熟的態度面對人生新階段。命運總係公平，告別錯的人，終會遇到值得託付的歸宿。2013年，滕麗名同圈外才俊朱建坤結婚，兩人在泰國舉行婚禮，儀式簡單而溫馨。婚後的滕麗名被丈夫寵成公主，生活安穩幸福。雖然冇生小朋友，但夫妻兩人經常周遊列國，滑雪、潛水、登山，日子過得比誰都精彩。走出感情陰霾的佢，在穩定的關係入面揾翻鬆弛同底氣，成個人狀態越來越從容舒展。同滕麗名而家的幸福安穩形成對比，前任魏俊傑之後的生活同事業經歷好多起伏，經歷婚姻變動之後獨自照顧仔女，身形同狀態都出現明顯變化，公眾眼前的境遇同當年落差好大。兩人完全唔同的人生軌跡，亦都令唔少網友感嘆，真正的強大唔係報復同糾纏，而係專注自己，活成令人羨慕的模樣。今次金像獎提名係對滕麗名近30年演藝生涯的一次重要肯定。由 TVB 長篇劇集到處境喜劇，由現代警花到古裝俠女，佢塑造過好多性格鮮明、深入民心的角色，陪住幾代觀眾成長。在競爭激烈的香港影視行業，佢冇盲目追熱點，亦都冇刻意製造話題，反而用穩定輸出同紮實演技，保持長久的觀眾緣同行業口碑。即將50歲的佢，冇被年齡限制發展，反而在事業同生活入面揾到平衡，迎來屬於自己的第二春。由意外受傷咬牙堅持，到情路坎坷終獲幸福；由長期紮根小熒幕，到提名金像獎獲得大銀幕認可，滕麗名的人生軌跡就好似一套真實又勵志的成長故事。佢用行動證明，真正的演員靠角色立足，真正的幸福靠心態經營，真正的高光從來唔係一時流量，而係長期堅守之後的水到渠成。隨住金像獎頒獎禮越來越近，外界對滕麗名的支持聲音不斷增加。無論最終可唔可以拎到獎項，今次提名已經係對佢實力同堅持的最好證明。對於觀眾來講，倩柔的回歸係回憶殺；對於滕麗名來講，呢次提名係新起點。入行近30年，佢一直保持初心，唔急唔躁，踏實前行。在即將踏入50歲的人生階段，綻放出更從容、更耀眼的光芒。現在的滕麗名，生活幸福美滿，事業上也迎來了第二春。這次金像獎的提名，就像是給他這半生堅持的一個最好注腳。而當年的那位前任，如今離婚單身，獨自帶着女兒，身材發福，境遇令人唏噓。兩相對比，不得不說，活得漂亮才是對前任最狠的報復。